上新的消息，台北市长蒋万安针对宝林地质的事件，头拄下晡2点临时召开记者会，说明上新的状况。台北市有成立治疗平台，另外进前有下令宝林地质伫台北市所有的分店拢要暂停营业。说法机讲有一间分店无按照规定来登记，上当会当罚300万。咱连续和台语台记者郭碧君来看上新的状况。 目前也已经成立了治疗个案平台，针对收治病患的医疗院所进行横向相关治疗作为个案处理的意见交换。那另一方面，卫生局也已经下令各医疗院所针对这一次相当罕见的症状，包括败血性休克、肝衰竭等，全面清查，即刻回报。 往上追溯来源，跟往下去讨论是不是有下游的厂商持续的在使用供货给市民朋友。那我们会针对这一块的部分呢，会采取更积极严厉的手段来处理。那最后有提到这个，昨天在宝林的清查的时候，我们将台北市有宝林相关的餐厅的作业的这些餐厅，我们一并已经宣告停业哈。那但是在我们今天呢去看。 食品药物登录的平台我们发现，宝林这家公司台北市的店漏登了一家，他们今天补正那但是就涉及了食安法相关的规定有刻意的漏报这些职业的地点那这一点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即刻也请这一家额外漏报的店立刻停业针对宝林地质的事件，台北市政府是下局处临时伫下晡2点的时阵，由台北市长蒋万安带领召开记者会。虽然讲台北市政府已经命令宝林地质伫台北市所有分店拢要暂停营业，但是这阵卫生局也发现宝林有一间分店无按照规定来登记，相关是通罚300万。也因为这摆食物中毒的案例，政中是真罕得见，卫生局这阵也成立平台，和医疗院所通互相交流治疗方式，确保民众的安全。目前台北市政府也呼吁民众，若是3月17到3月24中间有到宝林地质食物件的民众，若有相关的症状，都要加注意。以上是公司台记者来自台北市政府的连续报道。